近日，有港男在社交平台上發文，指早前與妻子到海港城的美國連鎖品牌服裝店行街，想入店裡面同系的女裝店時，竟被店員以男士免進為由拒諸門外，讓他怒轟店方高貴玩另類性別歧視。貼文迅速引來大量網民討論。不少網友認為女裝店設限是有備無患，每個你覺得離譜嘅規定，一定有一個離譜嘅原因，你要嬲就嬲搞出一個離譜規則嘅人。我相信鋪頭店員絕對唔中意呢條規則。內衣店女客人真係唔會想係揀款揀 size， 隔離有個男人望住。見過有阿叔係內衣鋪，逐個瓜喺度猜，即刻唔想買走咗。也有網民力挺事主，認為店方政策屬於性別歧視，可以投訴，因為公共空間，除非佢係封晒。呢個算唔算歧視男性呢？係唔係可以揾平機會？男裝內衣店一定唔會有職員叫話女士免進，老公陪自己入內衣店都唔得？咩年代？